做着阮一人，袂知朝希望。离开遐离开遮久的台湾，无是咱同川。这条网龙早开，感动一地过一地爱听歌的人，嘛感动民族词作曲家彭恰恰。伊改编这条歌，发表做一条新歌，叫做《咱的台湾人》。是啦，国情也无讲唔对，咱看伊伫舞台顶主持，得到金钟奖综艺节目的主持人。咱看到伊做舞台剧、做电影的导演，遮尔轰动。啊，毋过伊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写歌、创作歌词、歌曲的彭恰恰。讲到彭哥，就想到孙啊，咱先来听苦孝孙，讲伊上界知己、上界尊重这个师傅，讲几句伊要对彭哥表示的心内话。其实彭哥就是一个吼，这个无论什么所在，后台也好，便所也好，也是阮坐车的过程当中，伊是一个无私用的人，时时刻刻吼，拢伫咧甲伊所有迄个感受吼，用文字写作一个故事，或者是一个歌词，不管是的时间，拢有纸笔伫咧手边啊。哦，啊，伊这个人吼，思维吼，足幼的啦。就是讲伊安尼足缜密的吼，安尼，哇！即摆看到即蕊云，边仔敢若有另外一个云的无共款的方式，哦，伊就甲即个感情吼架伫即个云顶，啊，看要安怎来结合，啊，所以你会去感动。伊足够用即个大自然甲伊的心境来做一个比较，因为你过去吼做足侪丰功伟业，即摆呢慢慢呢爱去偷迄个心内迄个结，啊吼，心内若有结。目头就拍结，啊，所以希望讲吼，师，你的心情一定爱好，哦，咱的生命力才充满着力量，佮有足侪代志要做的，加油！真久以前的一个暗暝，冷冷的冬天，小小的心情，依稀在柳树的桥边，见着你的面，只是将所要讲的话，拢总吞落去。暝暝天星闪闪时，我心爱的人，你是我一生的寄望。相信总有一天，有咱的春夏秋冬。敢是缘分无够重，也是缘路故意将咱放，日子将厝变黑暗，只有将你藏入我的梦。虽然经过这多年，犹原不时想起你。
一阵心痛，一声无奈，一句怨叹，一个迷茫。啊，我心爱的人，今生已经是无望，到了最后的彼一天，望有你来相送。我的等待后世人，做阵行入咱的梦，心内最后的希望，予你知影，你永远是我心爱的人，予你知影，你永远是我心爱的人。我今日足诚意，要来和名作词作曲家彭恰恰彭大哥来开讲。哇，你安尼介绍我就不感动啊！你什么名作？你家己写的歌拢甲压伫咧工会，压伫咧空 CD、MV 顶头，你家己佫唔承认？我这个天后工会受到，这是无上的光荣啦。伫咧作词作曲的过程中，有真侪成就感，这有时也是别人摕袂起的。写歌的过程中，若是讲有一天，若伫 KTV 内底，迄歌毋是会走出来词曲什么人，啊，若有机会看到词曲是彭恰恰，哎呦，哦，敢若有一种踏入去音乐界的感觉啊。啊，你是当时开始梦里的？伫咧专考2年的时阵，去买一斤200块的吉他，因为我感觉迄阵啊，阮咧拍球的啦，迄校队嘛，奇怪啊，大家拢有女朋友，哪敢我无？我拢感觉讲，若会用弹吉他呢，唱一下歌咧，可能查某囡仔较会介意。校边有一个报刊，那下晡时啊，就是伊边有迄个加工厂嘛。学生啊，带迄个查某囡仔去散步，黄昏的时阵安尼，那么就心想讲，是毋是有法度安尼带查某囡仔去啊？就学吉他，唱一寡歌，迄个查某囡仔听，但是嘛是无人要甲我散步。迄阵拢是讲查甫囡仔、查甫人，若有法度安尼也是吉他自弹自唱，敢若真飘撇嘅代志安尼，所以就嘛毋知要为对学去啊，嘛无法度去什补习班学啊。就去买一本迄个吉他的册，就好啊，就倒位甲学起来。你伫西餐厅咧唱吼，差不多应该嘛无啥唱着台语歌对无？迄阵就迄个民歌的时代嘛，所以啲歌本就藏咧，因为观众无一定是来一直听，无因开讲因嘛，我就哼一条一直唱。上接唱什么歌？华语的啦，茫茫沧海中有我一片钟，迄是较早流行这个歌嘛。啊，你若唱台语的时阵，除非伊点歌啦，因为迄阵拄流行迄个民歌的时代，较早迄校园民歌啊，迄个少年人创作的年代，当年因咧开演唱会，我拢卡着咧干咩？是安怎我无？我民歌手，现在你唔捌邀请我？讲你地方的啊，你家己的，你毋是无属于正统的这个民歌手，所以我讲。好，我无再来做歌手，好，恁无承认不要紧，但是甲改做写歌，所以这是一个真自然的转变啦。伊对音乐这个物件的喜爱，咱若咧看一个老师也好，一定讲你有得过什么奖，才会受到肯定嘛。所以离音乐的奖上近的是一摆金马奖原创歌曲奖有入围啦，哎呀，无得奖。迄摆我上希望得奖是迄摆因是金马奖嘛，来电影内底音乐嘛。迄摆来得奖就是讲音乐界的正式承认你是音乐界的人士。我甲迄柯景徐景纯录音的时阵是安尼哦，
录音室内底无音乐，敢若应该是耳达尔。阮两个内底唱14遍，14遍了后，好，吹入围迄惊呢，安尼入围哦，好，阮两个去惊迄什么红地毯啊，穿西装，哇，3条尔，凊彩嘛钓，咱嘛钓一个吼，其实无钓，我就是有做问啊，这个出来时，这个徐景春问我讲，是我做啥话？你开偌济啦？伊有中有一个书题，起码有一个片尾嘛，拢总开28,000块嘛，28,000呢，人个大乐团拢100万咧开，会使啊啦。所以这音乐的这个入围任何一个奖是啥？对我来讲，唔是讲追求迄个物件，是受到肯定的这个开销金。啊，是安那尾啊？你咧写歌过程中，你也是拢写台语歌？这是咱的母语嘛，自囡仔咱来讲了，伊有真济去接触到3本的台语的册了后，台语的水是迄个华语做袂到的。比如讲，红花袂芳吼，应该要落对敢会降，这个降字唔是降，是降入去皮肤内底这个降。我讲这个数这尔水吼，唔是学到家己啦，就是讲台语有法度用较普通。咱定咧用的词，甲用的歌词内底入去，伊的水度超过华语100度。另外呢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就是我试写歌的第一条歌，就去用摕去做主打歌，迄叫做假指挥。想要对你背，想要对你背，毋是迄个风飞飞，即想要对你背古早时代，迄是一个真大的鼓励。哦，想要对你背，竟然会变主打歌，所以变做台语。会发挥的空间变到愈大，不管是讲心情，会使为这个留声机开始，也是后壁唱片开始，拢会使讲到心情。甚至讲这个大自然每时一草一木，就是云飞过，拢总有法度飞伫空中的云。想要问你一句话，什么话拢有法度甲变做歌词，所以伊的处在是无限的。我听讲原底想要对你背，你毋是按算要互假指挥唱对吧？毋是，这是安尼，这是迄个。歌唱比赛嘛，啊有去评审嘛，评审就是迄个老师啊，我就计较啊，我就讲，爸，你听一下好不好？伊用华语讲，这是一股清流。哎呦，我这无限的鼓励嘛，我甲你摕了迄个潘越云，我听着潘越云，迄也会得，伊桂花香这款级数的人，第一遍写歌就用提主拍歌，这是真大鼓励嘛。像唱无差啦，听人讲吼，真正是足爽的啦。哦，对，我一个你讲的会讲囡仔吼，我嘛要甲你表示。是。过来吼，这条毋是你写的歌，但是吼，作为主拍歌，我嘛听甲足感动的，就是你头一个专辑《我的希望》。我到底对一点，先天出世予你愿，笑我袂晓弹。落地啊不是空空，人的好言免偏旁，无钱嘛会大汉，我会坚持着我的希望，心内有一款梦，若打拼着免求人。爱无着免为难，无相信我无你，未来身边着无别人。若打拼着生大人，爱无嘛免怨叹。将来有一天，我的成就是无输人，我的希望。离开你迄一天，雨水淋甲全身湿，烧酒配失恋，两杯着啉甲茫茫，人若是真正凄惨，
手中无男子汉，我爱演一着我的希望，来完成一个梦。若打拼着免求人，爱无嘛免为难。无相信我无你，未来身边就无别人。若打拼着生对人，爱无嘛免怨叹。将来有一天，我的成就是无输人，我的希望。若打拼着免求人，爱无嘛免为难。无相信我无你，未来身边就无别人。若打拼着生对人，爱无嘛免怨叹。将来有一天，我的心就是无输人，我的希望。你看到伊光彩主持的一面，你嘛看到讲伊咧导演电影、导演舞台剧迄种深情的一面。但是郭靖今日要来看到胖哥写歌，即个迷人的一面，真侪人无看到迄一面。本底想要做歌手的嘛，要做歌星嘛，是因为迄个年代外表一定要真符合规定，才会当做歌星，所以是无符合。所以有一个一直想讲，我是要用靠唱歌来出道。来入去演艺界，吼，来赚较侪钱，改善厝内面的生活。阮妈妈是真传统的女性嘛，所以伊真反对囡仔去外口安尼。伊拢讲，恁倒若有法度食一个公家的头路，吼。所以阮两个姐姐是目前还搁伫中游。阮大兄是邮局退休，我嘛邮局嘛。我要来去台北拼看觅，我要来去台北拍拼，我拼看觅嘛。毋就毋啦，无来问神嘛。去问成功爷嘛，希望嘉义成功爷，互我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去演艺界啊，唱歌做歌星，赚较侪钱呢。抽签决定嘛，就去抽到签王啊。阮老母才答应讲，啊无你去一年的时间就是邮局停薪留职，无年资无算啊，但是这一年停薪。一年来，你若有在来上电视，伊就毋免转来邮局啊，若无你就转来。家姐贵人有限啦，但是一年内底有演2集的戏，叫做《龙凤奇侠》，你可能毋捌听过。演一个小角色，2集了后，逐工敲电话互人讲，我今仔几点，就拢无通过啊，都无啊。这个角色嘛无交代讲伊是安怎，伊是。剧中往生还是走去倒，拢无主动换掉，换变做变做另外一个人出来演，就是演技伤歹嘛。几年了后呢，因为这个也是魏子云吼，这武大也是伊制作的片嘛。几年了，我才了解讲，原来本来一集尔，是因为伊看可能加一集安尼。实在是这2集非常重要，就是讲已经有上电视啊。对许大人有交代，才留咧业界。这种诶，但演艺界讲，甲咱看的人嘛袂少哦。袂少哦，你像这舞台顶，较早迄个咧做秀，迄舞台顶，你方俊啦，再加要去谢雷啦，若无因的推荐甲看价，根本就无可能。一直到电视是赵英啊，赵英这个老师吼，伊是这个较早修行嘛，伊就兼制作人，伊画。这个彭佳佳吼，叫演者，啊，叫演者，外口迄个做秀的场合，安尼开始无久来的。因为电视的演技是咱红安排叫做跳啊角，生面上的问题嘛。我是一个真避暑、真自闭的人，所以要叫我伫镜头前，伫综艺节目也好。要去讲笑的，要去观众欢喜，
互观众会安尼看到你笑眯眯，所以真侪人看到讲，哎，我最爱看到你足好笑的，哦，足好笑是你伫表现好笑的一面嘛。对我来讲，迄是演，迄是演哦好笑，但实际上心内所想毋是即个物件。尾也慢慢发现讲，这音乐内底啊，我都互我除了唱以外，哎呦，伊有法度表现出真侪咱内心想要表达的物件，所以加载是因知名度有慢慢啊浮起来了后，观众袂搁再计较你生做安怎，颠倒有法度互我接受搁较侪无共款的境界，所以慢慢就为音乐这个机会来啊，机会就甲把握掉嘛。不过我知影讲，迄个时阵机会嘛是坎坎坷坷呢。当然啦。头啊，敢若李宗盛嘛要甲你出歌，出甲无去呢。哦，这个你看这个滚石唱片是台湾算迄一粒一粒。迄阵啊，这个王伟忠看线了，这个制作人是李宗盛哦，那是大咖。滚石唱片第一张台语专辑就是我的。啊，迄阵啊新人呢有保证3万张，因为迄阵啊有这个伴随时代嘛，就是你卖几张你抽偌济，我保证你3万张，就是讲你是新人，先12万互你啦，保证一张4块，所以12万先互你领。若有超过继续算，若无超过你就是领这12万。好，签好啊了后，等到时间到，该约啊，无出。所以伫滚石唱片是白白领迄12万就对。那我咧5万甲迄李大叔合作嘛无机会，以后有无我毋知啦。尾也才变做这个福茂，才正式出2块台语唱片，为遐开始。那是虾米款的缘分？福茂来收找你？唱片公司内底伊差不多是无台语歌手，伊要用一个台语歌手来唱台语歌，作为因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台语唱片来讲，伊要找一个，就是看起来真本土。大众会接受的这个人来唱一歌，会讲来台北拍拼过程吧。甲我设定安尼，我是真介意我的哈，也是讲，敢若嘛怪怪，敢若我嘛无啥有法度进入迄2块专辑的安排啊。当然，你都要讲迄个感觉是出来，就讲我要出唱片，这件代志是真盛大的，吼，哇，变做一个歌星，这真要紧嘛，是当初要踏入你的愿望嘛。但是后壁落好，经过你家己过了，你声完全免来讲，应该是伤过病。原来咱对歌唱的了解无遐济，因较早拢是举麦克嘛，安尼你打安尼唱是现场，透过这个麦克安尼出去，现场的音响嘛，你嘛感觉家己慢慢出6张了后，一直来去到位啊，6张了，我决定要出唱片。好啦，咱就讲有出过唱片，总算对歌星这个梦有一个交代嘛。不管你卖济卖少，但是我卖了无好啊，我阁无想要放弃对音乐的这个热情嘛。但要安那，因无机会阁出来啦。啊无，有一机会过来写歌写看卖，是安尼来的。你嘛有迄个别人无的歌咯，林子啊带起来。这是一个误会啦。这条歌捌互人禁唱过，啊，佮法院捌甲起诉过。对，就是翁某冤家也是啥，我听了真，因为你知影真侪人爱拍麻将嘛，你会晓拍麻将？俗语来讲啊，活囝有来去，看囝有看家己，咱就淡仔趁阵尔啦。但伊奥妙就是伫个遮，迄个音小可要接近哦，伊就会把迄个心情敢若画出来呢。恁只带起来啊，是安尼来。朱大哥定咧讲的，听有的人可以才会笑，才会拍扑啊；听无的无输赢。听无去慢慢问啦吼。咱譬如讲，咱两个咧开讲，你朋友来厝开讲，我来桌顶用去做较笔，安尼哪讲？你讲你安尼，伫个开讲过程中，个照顾写好啊。有一天电视台下班了，伫路有一个人咧叫，鹏哥，吴宗宪。阮半暝伫个安和路中遐开讲，伊讲我一条我咧听看卖。你讲恁这个多少钱咧？是安怎我也拢毋知。我本来是设定要单位，我家己想法啦。伊讲哎呦，最好哦，无这条空空，就安尼摕去嘛。到这时为止，每一年还佫有寄一张机票来，
就是 KTV 唱几遍，我还有伴吹头呢，就这条歌。康哥家己嘛讲，对。康哥家己嘛讲，我出唱片虽然毋是逐块对，无人嘛知影一个林子也带起来。你讲恁只带起来，是安怎我会拢毋知。一片痴心线来沉落海，我每日想是到悲哀。迄天我有起起来，骑着我的奥多麦，行到菜市拄着因翁婿。看一个险险啊倒头栽，伊是一个大口袋，生做亲像妖魔鬼怪，一缕孤月插入屎，而恁这实在有悲哀。我想来想去我真无奈，找无啥话来排解。只有对天大声讲出来，而恁只大起来。讲恁只带起来，是安怎我会拢毋知。一片痴心线来沉落海，我每日想是靠悲哀。迄天我有起起来，骑着我的奥多麦，行到菜市拄着因翁婿，我领话啊！看一个险险啊倒头栽，伊是一个大口袋，生做亲像妖魔鬼怪，一缕孤月插入屎，而恁这实在有悲哀。我想来想去我真无奈，找无啥话来排解。只有对天大声讲出来，恁只带起来。恁只带起来。迄阵你伫连环炮，还是讲你伫综艺节目顶头，你拢看啥的表演，家己个研究。进前是阮伫迄个做秀迄个场合，一年休一工尔，364天拢一直换。一开始我是前半段的主持人，因你无知名度嘛。后半段才是较有知名度，所以前半段的主持人较早下班，头前这个较细白歌手，你访问我访问你，下骹可能无笑无打紧，就可能你食物件咧开讲，因为要看后壁大牌。好，咱就来忍耐嘛。我是拼无下班的，就是讲后壁迄个大牌主持人，伊是安怎做？是安怎伊安找大家笑眯眯，我就伫遐偷看，甲因的拢甲吸收起来。所以我讲我。回想起来，迄个时阵，我叫做海迷啊，甲所有物件总吸收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大家知啊，就是讲这个黄西店啊，西店啊，遐伊伫台顶是熬唱歌熬半夜，真正迄个搬笑亏有够厉害。伫高雄咧表演的时阵，我嘛是细白的，后壁演剧嘛，演嘉庆君游台湾。
西电的遐是男主角，伊迄台词是坐敢若山咧，安尼为头演到尾，安尼真好笑安尼。所以后壁因咧播的时候，我都无转去嘛，我下班啊无，我无演嘛，我拢伫边仔看，打电话，好好。有一天西电的遐要请假，拜四要请假，伊迄个角色啥物搬？无人啊。后壁就讲，你会使无？咱的心肝是讲，叫我，真正来找我，因为无人。好，我因为我有看，所以我已经甲背起来。所以迄天拜四迄2场演宣，大家惊着讲，是安你逐句拢记了了。哦，所以凡事准备起来扛嘛，时机若来，你就带起。啊嘛是因为你有准备起来扛，你出道无几年，就摕到金钟奖综艺节目的主持人。哦，我迄摆其入围就已经就，因为我还算新人嘛，要甲这个芳姐吼，这算伊算迄老前辈啊，安尼，哇，啊都要去调西装安怎？坦白讲，要开奖的前几工啊，是有够紧张的。紧张有2种，就是讲上台要讲啥，这是一种是别人会安怎想。哦，曾经捌有迄个较资深的迄个主持人啦。迄届摕到奖了，因讲一句话：你迄坐直升机的啦，会向安尼浮起来嘛，吼。所以当我伫台顶迄时阵，其实我的紧张到什么程度？我落后台是哭落的，人是拗落，是因为胃救紧，胃已经加了，这就是已经到紧张的最悬的境界。所以在讲话的时阵，迄个过程我规个拢戆的，拢总是戆。哪有世间哪有可能自己会去摕到？迄是较早咱伫电视机头上咧看别人咧摕这个物件嘛。我甲咱去的时阵，哇，敢若入去另外一个世界共款。咧讲啥，家己拢袂记了。我会记阮大兄甲阮妈妈家己的故乡，同时间放炮，敢若中状元安尼共款。所以迄个时代，迄支奖的重要性，除了紧张以外，伊的重要性是外口这照相、介绍全环境。但是问题来啊，你经过头愈重啊，因为你拿到迄支奖，伊甲你冰心嘛，你爱对这支奖负责，嘛爱对现场买票入来观众负责，你爱好笑。啊，但是因为得奖了，知名度这个加持了后，所以做起来颠倒，自信就来啊！观众若甲你，伊用笑容甲你看，伊甲你拍拍顺，你迄个淡淡的心情就会无去啊。你虽然拄安尼伫讲啊，我生做啥款，但是真正观众即满拢笑容对待你，大家拢讲你是有人缘，而且嘛用你的歌啦，这原来会放炮呢。哦，迄实在放炮，因为我甲大家头讲哦，虽然即摆已经封麦哦，而且每一届要出唱片，上少有100条歌互伊选。伊对各方台的歌开始经，伊去经着迄条歌，我嘛错一个，我的歌互二姐唱着，哇，这是祖先有保庇哦，因为伊选的过程是真正严格，选着了伊后壁嘛定甲念，是无啊哟，是敢红花袂芳尔哟。伊要写伊的歌吼，伊尾啊，伊所改变的小可台语文学的感觉。啊，袂记的时阵，你写的过程，你嘛得爱讲原在者。OK， 过去有一条老歌叫做《新娘悲歌》，目睭若合起来，目睭就会浮出来。因为伊讲明仔载伊要嫁人嘛，所以我做这个这年冬，到底是定新娘梦。要嫁毋是所爱的啦。对。所以我做这个物件，家想过来讲，编一个故事，就是明仔载你要嫁人啊。但是较早的这个妇人人，除了行为袂用的有出代志以外，连思想都袂使。所以阴暗12点进前，你会使思念迄个人，伊甲你讲，12点了你要放掉，吼。所以香气大理啊，嘛是香气飞出阮心头，吼，用这个心情甲伊写出来。我本来是要设定迄陈英杰唱这歌，竟然让二姐提起，哇！而且这个8点钟嘛，做过片头曲安尼，我感觉这是最大的功能啦。啊，但这款歌吼无好写，因为伊小可爱有迄个台语诗词的感觉安尼吼。红花袂芳，阴暗的露水。
敢袂讲？青春蜿蜒变成空，牵心孤影随风人。伤心日梦，日思夜梦的你走倒藏？镜台内面的迄个人，你因何目眶红？对这个老歌吼，我感觉讲作词作曲的人，若有感情，若有感动，会当亲像你安尼，发挥出一款新的作品，开出新的花蕊，迄是足价值的。你歌拄写完，你敢有习惯性讲，会唱互嫂啊，唱互你的牵手听，还是讲唱互你的囡仔听，还是固定会唱互谁听？伫后台吼，我会唱互同事听，但是等于厝是上要紧的时阵，是因为家己的某吼，会这块听看觅，伊的反应上准，安怎讲呢？伊即嘛像啊，伊若无讲话，即条歌就无好。哇，需要去改者，伊即嘛，袂歹啦，就走。若有这3字就 OK 啊。所以伊可能是装卡的个性啦，无大家哎呦你足够的哟，哎呦你，哎呦那会搞介啥物，袂安尼讲，简单3字就使代表一切。感觉写一条歌专门互嫂啊。伊古早时代的时阵，伊是做会计，我伫台顶唱歌，伊是伫咧柜台，所以逐工拢有一张点歌的单。这查囡仔的字，咱逐工拢有迄条歌啦，吼。后尾才知讲是即个会计所写的歌，点歌啦，伊可能爱听迄个歌声，吼。后尾也变做红仔无了，后悔已经袂好，伊坚持足重的，吼。迄条歌叫做《爱要让他知道》。如果你已爱上他，要让他知道，花无百日好，爱花要趁早。风风雨雨你常祈祷，爱情不会有烦恼。我祝福你们俩幸福爱到老。大公拢就这条。我嘛亲像看到当时，伊20岁啊，迄个少年家，迄个深情的面貌。当然，一路行过来，有种种的欢喜甲哀悲。但是上价值的，就是讲，翁仔某手骨牵好条，继续向前去行。你有一条歌吼，已经创新甲讲台语歌无即种的曲风。你咧讲的是哦，我要表示一项代志，就是讲歌词愈短歌，其实是愈歹写。你伫4句8句的要表达所有的感情甲情绪，迄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你讲无非是这条。暗风吹落雨暝，微微灯光看千条，飘落的人，思念人，风景来去不回首。总有时的相逢，遥远的路途，月朦胧。
来去不回首，总有些的相逢，遥远的路途会朦胧。雪玲姐，朱继林你好，真正生意甲你环境。谢谢咱知影歌，我这外行人，惊讲内行话，歌有两种，是，有的是红点出来唱的，像红花白芳；有的是咱无啥点出来唱，但是会静静欣赏。我天亮讲，莫讲我这个含慢的人，真侪歌唱比赛排名，伊嘛无才调唱你这条歌，我懂。但是欣赏甲讲会感动，这有影。谢谢谢谢。有仇报仇，无仇认真。今仔日吼，爱讲直接的人，爱讲感谢。哦，无，我一头也是先甲伊客气一下。是心理有变嘛？因为伊嘛是，我安怎讲嘛是我的制作人，啊嘛是我的贵人，嘛是我的师啦，师傅啦。碰过其实真正心肝种软，伊是一个真正好人。是安怎会变成遮尔啊不幸的造物，我嘛唔知影天公咩。所以讲吼，咱无啦，咱嘛是爱甲鼓励啦，因为伊即种精神是无几个，世间上无几个有伊即种精神，你知吼？就是讲有个人，伊伫个困难中，伊会失志，伊会感觉啊，伊伫怨天尤人，伊会感觉是安怎安尼命运创造安怎，但是伊袂，伊就是决心，我要搁倒位啊跋倒，我倒位啊爬起来。啊，你当初是安那去发现这粒，这粒去熟悉诗玲姐。伊捌上过我的主持的歌唱比赛，我唔知影。嘿，嘿，过去伫花溪。对花溪，嘿，中岛迄无间断啦。有一天，伊写一首歌叫做《无你哪有我》。阮就咧讨论这个歌，伊讲，伊是邀请讲，你会使甲我拍一个 MV 无？我讲，这个物件应该做微电影，而且伫咧电影院内底做首映典礼，要大家用伊写的歌。亲情的歌叫烦恼是大人心情，然后你家己来演，我永远会记你迄幕就是，因为妈妈是李雪凤姊啊，两个咧敲电话，两个敲电话是分开拍嘛，无可能共一个环境嘛，所以我单拍谭诗玲的时是，伊对空的电话咧讲话嘛，对方甲伊讲，啊你想，袂记你啥，我恁阿玲的朋友啊。我阿玲都伫台北，其实妈妈已经慢慢袂记这人，这场戏就这场偌重要，伊爱哪哭哪讲话，而且迄种哭我无甲你讲，你爱哭到什么程度，我这个人一摆就好，甲我惊着。迄个时阵，诗玲姐你是想到什么款的镜头？你家己有法度目屎前流啦？哦，无真正是想到阮阿嬷，因为我会写这条歌，就是阮阿嬷已经老人痴呆，伊得到迄个阿兹海默症，这是真正事实的故事。你一个足亲的人，自细汉我阿嬷带大汉的，
啊，因为知影家己阿嬷徛喺面头前，伊袂无法度知影你是啥，所以足艰苦。啊，拢是你啦。那，是我咧写，是我写的。对啦，啊，但是因为咧拍迄场戏的时阵，胖哥甲我讲，四零你等者吼，电话中就是等于甲恁阿嬷咧通电话安尼，所以我就想着讲，阿嬷我是阿玲的，啊你毋知我是啥物人，所以迄个心情就是规个无法度控制。上尾一幕我永远会记的，就是讲我叫因两个看电视。因为妈妈已经完全袂记查某囝是啥，就加上电视迄个查某医生查某囝，所以因两个咧食营养。这段我无甲讲，我干那甲雪凤姐讲你等下吼，你等下食营养，金白，金的甲银的嘛，白甲红，金白食。啊伊的私人问你讲，恁若拢食白，安就好，因为我无好知道。机器位遐来是无停的，伊一行到底，因咧看电视，还是安尼啊？迄阮查某囝啦，电视播的是伊 MV 嘛，阮查某囝食就线的啊，伊就无法度啊，你最好甲栽培啊，那会晓啦呀，你拢食白，无啦，阮查某囝爱食红的老了食，我要第一个反应，所以这镜头是无停的。好，迄种靠家。就是做导演、做编剧，要有这款的想法。才要有演员安怎看起，要上伊甲伊上自然的反应安尼。所以还佫加上这个刷同志的演技，哇，迄你家己两个拄好。我嘛相信讲，彭大哥你咧导这支戏的时阵，心内就亲像讲，了后朋友听到这条歌，看到这支 MV， 是想到家己的是大人。你对老母的友好，也是大家拢真知。咱要安怎做无法度对是大人报答迄种心情，你甲用落去这个 MV 内底的无？是，就是我好啊，我要甲你照顾，我袂好啊。所以时间毋是永远咱就当控制嘛，对啊。所以抑个会好的时阵，可劝大家讲尽量做会到就紧做，因为时间过得足紧的。我头拄仔咧讲，今日就要有仇报仇，无仇连争啦。做你的制作人，唱片制作人。听讲安尼，甲你熬班甲真艰苦对无？伊毋若熬班啦，嘛毋是讲啦，因为伊迄歌真正足歹，迄个去要达到伊的要求，你知影？若要真正要照伊的要求，我是做袂到。啊后壁我就甲朋友讲，你若真正要叫我唱甲你迄个吼，迄个标准吼，我袂瘾。我歹啦，我歹唱啦，我就塞破，你知影？啊，伊讲好，啊，碰过就安尼，啊，无你先唱你的方式，我听看卖啊。啊，法官大人，被告敢会使小讲者？互你讲5分。录音室足远的，是3支啊，袂到我3支啊，足远路头遥远，我爱去甲载。你捌看到唱片制作人爱去载歌手？吼，对，爱去出来去食饭。好，好慢慢来唱吼，再个转来吼安尼，这种人一定是，歌手搞个叫落啊，唔是呢，我爱咱这个小姐吼，小姐请上桥，无上桥啦，车咩？会啦，讲到车啊，我要来爆料一个。安怎啦？阮迄当阵伫咧讨论迄个拍迄个要溜分调嘛，歌差不多啊，要研究即个歌要安怎拍，啊，我就甲碰过，迄天碰过拄好看新车的第2天，碰过车插好了，伊讲啊，谭诗玲，我晓，伊讲啊，车真正安尼路边插，我讲你放心，遮我在地无要紧，你做你甲停的，啊边仔咖啡厅咱来研究者，看要安怎拍剧本，要安怎迄落，差不多差40几分吧。出来吼，啊碰过啊无送呢吼，啊阮兜伫边啊，我就转去就好啊，我无送吼，伊就讲，哎呦，啊我车咧，我讲晓，啊车咧，伊讲啊谭诗玲，你毋是讲车拢遮你管区的，你袂拖？是安怎涂骹有分别的字，伊这毋是上项是安怎？
你嘉宾兄伫恁兜边个呢？恁兜有一个中庭，你伫中，你入去甲拄着拢无代志。迄个秀也会甲你顾咧，拢无代志。伊偏偏叫我停伫路边，讲遐无代志，啊，就出代志。新车第二天啊，向拖的代表以后出真侪代志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玩手叫做重啦。无好算是好算，讲我著歹势，我还碰过安尼，我想啊，得死啊，袂使袂使，即张红单吼，我绝对爱替碰过立即张红单。我著甲碰过坐客人车去迄个拖吊场，内底迄个警卫啊，甲迄警察看到碰，嘿，你是蹦车车，嘿，紧嘞哦，手机啊，蹦车车，紧嘞，咱拍照。人伊是要来领车，啊伊遐内底，伊拍照。新玲姐你也袂晓做啦。你讲家立迄张红单，迄要准偌济？拄啊碰过踮遮讲的哦。新车若互拖去，代表后壁，所以碰过最近的吼顺煞啦。哦，最近的部分顺煞叫伊处理啦，对无？我袂使安尼啊。哦。伊即马已经慢慢啊，渐渐啊有起色啊，做网红啊，所以我祝福你，使我祝福你。我感谢你。安尼吼，使我看。你也叫我使。啊，今仔日大家做伙人落暗，看讲吼会当亲像未来，甲孙啊变红面。我看今日要生意，甲你邀请，要听世玲姐唱无恁好，我进前，我今日有特别传，因为好莱坞出名的世界影星，因拢有印手印做流传。今日咱作词作曲家黄车车专工来到这，你有哪甲阮印一个纪念的手印？我错者，这是法院笔录问完。没来变烦恼啦，都伊拢要处理啊。这是无上的光荣啦吼，所以拄啊，这个讲的就是一条新歌的歌名，流乱的手印。哎。流乱的手印哈。这手上甲看啦，差不多会当食到98啦。你看负责解决我较要紧。来，你看卖。问题爱问迄边。先意感谢彭大哥，谢谢。啊，感谢世玲姐。今仔日心所爱的歌，听你讲的是音乐的过程，也是所有咱遮对你的热情支持的朋友，搁再看到你无共款，亲情迄一面，真正足多谢。多谢你，谢谢。多谢世玲姐。谢谢。下回心所爱的歌，咱继续来开讲。你是我的心。